消息，咱来关心在摩洛哥发生大地震，目前已经造成2122个人不幸过往。地震了后的24点钟至48点钟是抢救的黄金时间，不过目前挖到的大部分拢是尸体。原来咱国外交部嘛宣布，会捐50万的美金来协助摩洛哥灾民灾后复原甲重建的工作。 现场愈恶愈深，等待的家属希望敢若愈来愈细。当尸体被搬载时阵，靠甲唔知影人。另外，伫山坡迄边看到有人伫咧替亲人办葬礼，希望死者立土为安。摩洛哥遭受到60几年来上严重的地震，真侪人困伫咧路边已经困3天啊，无水也无通食。 لا مسؤولين يطلعوا علينا لا احد يقدموا لنا مساعدات اللي يعاونونا شي شويه 国际红会讲，地震了24到48点钟久是抢救性命黄金时间，最到伫咧南部的灾区就救出1个人。不过目前评估时间愈拖愈长，死亡的人数恐惊还会增加。像离地震震央无偌远的哈菲加特村附近的阿米兹村，强要规个拢变做平地，一座清净寺倒去，真侪农村社区的路和绑来土石冻掉的无法度过，救援人员也真歹入去。 当救援物资送到位时阵，灾民拢烧钱抢。Tout ce qui nous manque, que du pain. Maintenant, ils sont en train de nous installer pour faire du pain et de l'eau et de l'électricité. 国际救援组织讲，摩洛哥政府并无亲像年初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。 伫发生几点钟久了，就向外要求援助。摩洛哥内政部长是讲，现阶段已经接受包括来自西班牙、卡达、英国、甲阿联的救援队入境。当局讲，将会谨慎评估需求，强调若是无好好协调，恐惊无法度发挥效果。这嘛是先搜救，也正伫咧安排物资安置这寡分流的任务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